首先来关心风台杜苏芮继续咧挖进台湾，气象局有讲明仔载伫发展做中度风台，可能会为宜兰花莲登陆，伫拜三、拜四会上挖进台湾。气象局嘛，真有可能伫拜二就陆续发布海上甲陆上的警报，所以拜二甲拜四兰屿甲绿岛的船帮嘛拢会暂停。也伫正学中的杜苏芮风台日下昼，位伫高兰皮东南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。气象局表示，这个风台袂当疏忽，对于台湾影响程度，看后礼拜一以后发展角度会更加明朗。有估伊的中心有可能挖进台湾东北部甲北部，对北、东北甲东部威胁较大。风台伫26、27，也就是后礼拜三四上挖进台湾。这个台风在未来是对我们是具有威胁性的，所以就是可以说不容小觑。大概在25号这一天，也就是下礼拜二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高。那陆警的话，就是我们还要再持续观察。但是如果说以这种情形的话，陆警也是没有排除。气象专家甲新兴分享各国预测路线，其中美国模式风台往琉球群岛方向，欧洲模式有估中心会登陆南台东几率。那气象专家裴启明也指出，路线犹原有变动空间，也毋过侵袭台湾的机会真悬，提醒民众提高警觉，做好风台准备。因为3、4年已经没有这么强的台风接近到台湾了啦哈。那中度台风以上，其实它对于特别是农产品或是说风雨，其实都会对大家会是一个非常有感，而且会有这个非常压力的一个台风。气象局指出，杜苏芮风台的强度会继续增强，目前预报伫中台上限，要密切观察。那礼拜二开始受风台影响，会有长影发生机会。那杜苏芮风台恐行会来，花莲饭店业者也陆续接到旅客电话，问退房的资讯。上海航船业者表示，游客烦恼出海安全，已经超过3成取消定位。那拄着风台会以专业退回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